大家好，我係老周。近排我少咗出片，係因為公務多咗，身體又弱咗，所以休息就多咗咯。但係戲始終都要睇嘅，都要繼續同大家分享嘅。夜王導演3級版4月16號上映啦，160幾分鐘啊，多咗半個幾鐘嘅 footage。嗱，咁長嘅港片咧都少見嘅，但係我信得個導演，佢揀咗呢半小時加入去呢，應該都係千錘百煉噶啦，成部戲重新剪過。嗱，聽翻啲訪問呢，導演都話初剪版有3個幾4個鐘噶嘛，唔知咁少噶嘛。嗱，一早都估到佢一定要上3級版嘅。之前有傳聞話，導演版就唔係3級版，點會啊？商業策略嚟噶。由新年上畫到而家8個禮拜啦，2個月，票房回落咗好多啦。部戲個老闆又係自己院線嘅，咁部戲梗係可以做得幾長得幾長啦，因為要拉到落去5·1長假期間等內地遊客落嚟香港睇啊嘛，所以一定係上3級版招呼佢哋。我都唔使理嗰個導演版嗰個口碑係咪可以有韌力做落去啊，戲院就自己嘅。佢而家加長版做多4個禮拜冇問題噶，肯定做埋個5·1假完咗先至再考慮落唔落嘅，仲一定要上3級版先得噶嘛。喺宣傳方面啊，假如我係老闆啊，我都谷內地宣傳多啲啦，係嘛？而家又多咗個話題，吸引啲內地客落嚟香港玩喎，所以香港政府係咪真係要多啲推動電影業？俾香港嘅創作人啊喺香港拍多啲偏鋒啲嘅題材，又符合國安法嘅，咁咪大家都好咯。呢一個就係香港電影嘅出路啊！嗱，唔單止5·1長假，4月25號又有個全港戲院一律30蚊票價嘅優惠日，政府補貼嘅，可以帶動埋香港嘅商店。嗱，我認為呢啲優惠日呢，搞多啲都唔怕嘅，仲要有策略地配合。既然嗰個牽頭產品啊係戲院啊嘛，咁多戲院都喺商場裏邊嘅，咁商場又點樣配合呢？嗰啲商家坐地起價啊，定係出多啲優惠啊，或者提供多啲優質嘅服務呢？嗱，到時我去某一個商場，我留意一下，我觀察到啲乜嘢，我再同大家分享。嗱，講翻夜王導演版啦，我未睇嘅，暫時我轉頭去睇啦。喺呢一刻我肯定噶啦，佢個影期起碼做多4個禮拜，而且又拎住長假又有優惠日呢啲優勢呢，我估計閒閒地加多3·4千萬票房唔成問題啊！就算高唔過破地獄嘅票房紀錄呢，我覺得都會追得好近。比着你係個電影老闆，你都想部戲破紀錄啊！上一部戲破紀錄嘅係破地獄英皇嘅戲。再上一部就係毒舌大狀啦，都係安樂嘅戲。今次又會唔會翻嚟安樂贏翻鋪呢？嗱，呢啲良性競爭係好事嚟嘅。雖然我睇到一啲評論就話，喂，而家過億嘅戲唔係古天樂嘅就係黃子華嘅，其他嘅港片呢，可能2000萬都唔到，一個天一個地咁樣。嗱，我覺得香港片能夠做到呢個成績呢，絕對係好事。哪怕話大部分電影個票房都好差都好，起碼而家嗰個出路啊，我哋睇到條路係好清晰嘅。夜王個 marketing 係做得非常之好㗎，而家出3級版其實就係最好嘅時機。內地收2億幾票房，大部分都係嚟自廣東省大灣區。既然內地已經儲咗一批觀眾可以落嚟香港二刷3級版啦，我敢保證都有唔少人想睇啊！嗱，相比破地獄呢，以個票房走勢嚟講，即係喺大家都係未出加長版之前呢，破地獄係票房高少少嘅。到破地獄出加長版呢，佢個票房都係升多1-2成左右。但係夜王3級版好唔同喎，就係因為佢3級多咗好多獵奇嘅人想去睇啊嘛。未睇夜王嘅觀眾直接跳去睇3級版啦。睇咗嘅又當然想2刷啦，好似我咁，所以我認為夜王絕對有能力破紀錄㗎。嗱，我轉頭去睇啦，睇完之後我再做一個總結同大家分享下。OK， 無論你係未睇過夜王而去睇導演版嘅，或者已經係2刷嘅話呢，我相信一定有呢2種心態嘅。一係你係想睇下呢個新版本有幾3級，
一係你係想睇下呢個完整嘅故事啊，咁多個角色，仲有幾多信息俾到你？咁啊，我兩種都有嘅。嗱，我睇呢個導演版呢，我對導演加插咗呢半小時呢，我係絕對滿意嘅。我覺得比原先嗰個更加上乘。即係之前剪咗佢，因為新年嘅氣氛啦，唔係好適合，有啲可惜嘅。而家睇到一個好完整嘅故事脈絡，而一啲 side cast 啊都好有發揮，真係要讚下嘅。嗱，先講咗，如果純粹對3級版嘅期望嚟講咧，絕對失望嘅，因為冇嘢睇嘅，就多咗啲粗口，嘅啫。我都覺得佢好乾淨。作為一個2個半鐘有多啦，以160幾分鐘嘅港片大製作啦，絕對嗰啲 love scenes， 我覺得係有啲求其嘅。即係如果佢係西片3級噶啦，點會唔盡啲啊？始終香港演員係比較保守啲嘅，但係好彩個故事夠紮實啊，個劇本夠紮實，唔影響我二刷嘅觀感。第二次睇依然咁好睇，感動嘅地方仍然覺得好感動。嗱，我仍然聽到咧有啲人話啊，毒舌大狀好啲，或者係同期嘅金朵寶個劇本會紮實一啲。咁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啦。如果論劇本嚟講，我覺得夜王係超班嘅，比毒舌比金多寶都唔知好幾多倍啊！導演嘅技巧亦都提升咗好多，好多嘅剪接啊、節奏啊、戲嘅處理啊，畫面上睇到佢係好有信心嘅。嗱，我先講下個 side cast， 例如楊思榮，原版佢唔係好多戲份嘅啫。嗱，導演版唔同啦，佢條線就豐富咗好多。嗱，純粹論個劇本嚟睇咧，其實冇咩高潮迭起嘅，即係佢因為需要錢，所以就做啲唔係好願意做嘅嘢啦，咁得到報酬啦。發現原來佢攞嘅 tips 啊，都係生挨嘅，然之後就喺個化妝間喊啦。之後又喺間房裏邊同阿 D 重遇翻嘅，大家又冇嘢咁啦。嗱，故事流程係冇乜特別，但係你每一幕你都會覺得好到肉、好真實。尤其是化妝間喊嗰場咧，阿葵芳去安慰 Bobo 嗰度，係好清楚睇到導演嗰個自信嘅。而導演嘅自信咧，都係佢好信任班演員。例如佢好簡單，喊嗰場佢都係2-3個鏡位嘅啫，焦點擺翻喺楊思榮嗰度，側跟嗰啲人唔好入房啊，出去。咁其實個氣氛就帶動到噶啦，但係佢唔需要做多餘嘅鏡頭噶，集中喺翻阿 Bobo 嗰度去做反應。佢嗰場戲佢就係要表達 Bobo 傷心，但係佢要喊停啦，又要好快喊完啦，因為仍然要繼續翻工，要盡快收拾心情啦。所以之後隔咗幾場，佢再撞翻阿 D 咧，導演就俾咗阿 D 同阿 Bobo 各自一個特寫就夠噶啦。輕輕一個眼神交流，唔使再有其他多餘嘅戲噶啦。佢好多場口都係嘅，清脆利落。另外 Chiling 嗰條線，即係譚文宣演嗰個角色啦。導演寫呢段戲俾佢咧，冇得頂。佢真係照住嗰個人嗰個感覺嚟寫嘅。見佢又高啊，個樣又串串地啊咁樣，就寫佢因為屋企嘅問題，同屋企人關係唔好，因為阿爸唔啱，所以就寫佢有個反叛嘅心理啦。本身 Chiling 佢個樣坐喺度唔出聲。賴閒咁樣，其實已經好串噶啦嘛，加埋佢嘅眼神就更加高竇啦。佢嗰段對白講出佢要報仇嗰個原因啦，然後就準備入房啦喎。咁啊，觀眾期待佢真係同佢老豆個 friend 或者佢老豆都在場噶嘛，係點樣開片噶嘛？應該就會鬧大交，甚至乎打交啦，係咪？點知最後冇出現過，係歡哥攔住佢，勸佢唔好入房，然之後佢就同阿歡哥擁抱啦。哇！歡哥嗰段對白真係寫得好，佢同 Chiling 講，就算佢而家入去，佢老豆一樣係玩得咁開心㗎咋，輸贏唔係咁計啊！嗱，唔單止俾佢一語道破咗，又化解咗一次衝突。Chiling 嘅戲呢，我覺得仲有好多填補空間嘅，仲可以去盡啲嘅。不過戲份唔多啊嘛，都係超水準表現㗎啦。哇！難得有部咁嘅戲可以同子華神同鄭秀文合作喎。一個係神，一個影后，其他演員又點會唔出力啊？咁好啦，好多二刷嘅觀眾咧就想睇多啲其他角色嘅戲份啦。咁加長版咧，亦都多咗鄭秀文同黃子華嘅戲啊。我係好中意佢兩個嘅戲，多過其他演員嘅。
嗱，首先《夜王》我唔覺得係一個喜劇，係一部實牙實齒、情節緊湊嘅劇情片。唔單止，裡面歡哥同 V 姐呢條愛情線係非常之咁浪漫。導演好聰明嘅鋪排啦，就揾咗蘇文峰嚟，就話阿 V 姐嘅一生咧唔可以同老公共富貴，只係有好多男人幫佢嘅啫。咁佢信咗呢樣嘢，仲有佢嗰句天下男人皆可殺喎，即係你話要佢變成一個千依百順嘅女人，要就得阿歡哥嘅，好難啊！咁佢哋離咗婚一段時間，咁好難同阿歡哥喺埋一齊啦。離咗婚10年啦，到阿 V 姐有難，歡哥再伸出援手幫佢。嗱，佢哋天台嗰場戲呢，我睇第2次，我依然係感動到喊嘅。佢兩個大數一輪就話：曾經有人話過，我哋要生一個仔，生一個女，仔嘅就叫關人，女就叫關心。佢兩個互相諷刺得嚟，又帶點愛啊嘛。係情侶愛人先會有呢種交流嘅啫，所以鄭秀文未喊咧，我先喊噶啦。成套戲最好睇嘅都係歡哥同 V 姐。如果我再三刷嘅，我都係集中睇翻呢兩個人嘅感情轉變。來年嘅金像獎影帝影后，我只能夠講，我好希望佢哋攞到。我已經投下咗信心嘅一票。最緊要咧就係加長版裏邊啊，加咗一段佢哋嘅 ending。我覺得導演真係好嘢，原來拍咗段咁好嘅結尾嚟到去貫穿翻整個愛情線。嗱，我就唔想劇透啦呢一段，希望觀眾入場睇，係佢哋經歷咗共患難，但係又可能共唔到富貴嘅一個宿命，但係佢哋嘅感情係由增無減。我好中意呢個結局。嗱，咁大家都知加長版咧就多咗 Amy Lo 呢個角色嘅，就係阿太子豐個妹啦。咁佢嘅出現咧，正正係可以交代翻點解佢哋要搬翻個細場，點解佢哋要離開尖東。睇咗第一個版本嘅觀眾咧，覺得嗰個買賣合約嗰度係咪咁兒戲啊？嗱，而家導演加長版咧，都係戲劇性嘅處理，唔係話好詳細交代嗰啲買賣手續嘅問題嘅。但係你多咗資訊，多咗聯想空間咧，你覺得成個故事通晒。點解我覺得胡偉倫導演厲害咧？嗱，就算毒舌大狀嘅處理都冇今次咁好嘅，佢會識得將一啲好多好要交代嘅資訊，導演識得用戲劇手法去處理。嗱，譬如人物出場，好有姿態咁樣行入間夜總會 ，even 太子豐個妹都係嘅，然後講一大段對白，好似交代劇情咁噶嘛。嗱，我略嫌太子豐個妹，佢爭啲感情啫，咁 V 姐帶佢出身噶嘛，佢入嚟好似兩個陌生人咁唔識咁樣。但係今次太子豐個妹買翻冬日，亦正好係為佢阿哥執手尾，為佢個妙思集團做翻一個啱嘅商業決定啊嘛。嗱 ，anyway， 我中意導演處理得好嘅地方就係佢戲劇化得嚟，佢唔會太過火，唔會太硬，場面調度又夠晒張力，所以佢就做到好快令觀眾入戲。所以有觀眾話夜王個節奏唔係好協調，你二刷多次你就唔覺噶啦。毒舌我就覺得真係唔協調啦。本身夜總會呢個題材要搞到佢好睇已經唔容易噶啦。嗱，個劇本又揾到而家時下好多觀眾好有共鳴嘅嘢啊，再套用翻導演中意嘅英雄人物落去，嗱，角色討好觀眾就中意啦。有人話劇本為子華神而寫，咁啊梗係噶啦，有乜出奇啊？個劇本為個角色服務，導演演員炮製呢部戲就為翻觀眾服務，商業電影就係咁噶啦。呢部戲每個角色都唔討好嘅，然後票房唔收，冇得怨噶喎。你拍得幾好都好，人哋當你藝術片，你討好唔到觀眾啊嘛。觀眾好直接、好簡單嘅咋，唔係話子華神演嘅戲就一定係好。不過佢而家揀嘅角色，佢要求嘅角色設計，要佢中意，好合情合理啊。所以嗰啲咩霸王長刺啊嗰啲，唔好講呢啲啦。某導演不如諗下點樣拍一部觀眾中意睇嘅戲啊！吳偉倫導演咪叻咯，佢有商業嘅考量，同時佢亦都擺到自己中意嘅人物落去啊嘛。佢對時事嘅觸覺，佢世界嘅視野，我之前都講過啦，即係我係好中意佢嘅品味。佢係應該拍多啲大製作，佢拍文戲已經咁好啦，拍動作戲更加冇問題啦。用夜場製作到一個咁有勵志嘅信息，
輸咗呢一鋪唔緊要，再嚟過。其實老生常談㗎啦。過去香港20幾年邊有好過啊？但佢依然製造到希望俾我哋㗎嘛。所以我直頭係愛呢套戲嘅。嗱，毒舌大狀就冇呢啲嘢啦。嗱 ，OK， 嗱，我再講落去就真係劇透晒㗎啦。希望大家入場睇3級版，自己入場睇啦。今集講住咁多，多謝晒，拜拜。